今日上到嚟豪庭都會1973尺，先睇睇呢個主人房，大到不得了。我哋可以望一望正前方，一梯四房，望內園，咪望中央公園，後望到仙境。我望呢個房嘅開間係非常之闊，你夢寐以求嘅大衣櫃都做晒俾你。呢邊仲可以擺張小梳化，後邊係大床。最犀利就係主人陶瓷，業主有改個格局，就將個浴缸、起缸重新砌過，個空間係非常之大。我哋睇埋其他嘅空間，呢個1900尺單位好值得睇，因為有裝修嘅。你睇睇呢一間房先，今次好特別，我哋唔係由廳開始出發，我哋由房開始出發。最近啲人都係覺得啲房唔夠大，我哋望望呢間房大到點樣啦。冇入牆家私，一睇即係大啦，空間係非常之闊落，望出去都係望翻豪庭都會對面個座數，即係望內園。我哋睇埋呢間房啦，冇入牆家私，兩隻窗一左一右。呢間房望翻後邊嘅空間都非常之夠。喺房嗰度行到出嚟啦，望望呢個廳嘅開間1973尺，個廳就係咁大。正前方望嘅景觀，望翻豪庭嘅內園，同平時有少少唔同嘅，就係唔會望翻泳池嗰邊，就相對靜少少。鏡頭前嘅你，如果中意豪庭都會一梯四伙，有露台，望內園，靜啲，1900尺，有裝修，就睇埋落去啦。睇埋廚房嘅空間啦，個廚房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夠啊。豪庭都會有露台，非常之緊要。望望呢個1900尺單位點樣配一個露台俾你啦。呢個露台景觀望翻出去都係望翻內園，工人房同工人套間，而家做咗雜物房，露台空間都係非常之夠。成個單位睇完啦，豪庭都會1973尺，有晒裝修，睇開氹仔樓，想揾啲低密度一梯四伙小住戶，有裝修，豪庭有露台，望內園。喺後台點擊我頭像會揾到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我所有平台，我 Oscar，再見。